人性難道有種尺度衡量理想？難道有一致的方向自然？難道最終他若流強人意？難道牽強？站在這彎角，讓我很迷茫。步步也關鍵，回頭沒有岸。像半秒裏有千個選擇題，問哪個敢莽撞？就算答對了990題，尚有10個仍是流着冷汗。人性難道有種尺度衡量理想？難道有一致的方向自然？難道最終他若流強人意？難道牽強？人性難道這麼變幻無常理想？難道要舉世都景仰實情？難道似足跳到圍牆期望？難道心傷？命運要考我，問我怎自處？現在最需要人自話。